根據《淨土聖言錄》嘅記載，喺中國隋朝時代，潭州有一位姓王嘅鐵匠，因為工藝不凡，嚟揾佢鑄造用具嘅人非常之多，所以佢嘅店鋪終日都有叮叮當當之聲，不絕於耳嘅。有一日，一位和尚走過佢嘅店鋪，聽到佢叮叮當當嘅打鐵聲，凝神灌注，雙目低垂，雙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詞。王鐵匠覺得好奇怪，就大聲問佢啦：大師，你企喺我哋門口，既唔係靜坐，又唔係做佛事，請問何事呢？呢位和尚就講啦：施主，從是西方過10萬億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土有佛號阿彌陀，今現在說法。眾生只要時常念阿彌陀佛嘅聖號，一心不亂，臨命終時必蒙阿彌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施主只要能夠將叮叮當當4聲改為阿彌陀佛，聲聲不絕，念念分明，持之有恒，必定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呢位和尚講完之後，合十而去啦。王鐵匠低頭思索下，對於呢位和尚所講嘅話，好似係似曾聽過。反正自己日日都要打鐵，如果將叮叮當當4聲改念阿彌陀佛，亦未嘗唔係一個忘卻工作疲勞嘅方法。於是佢從嗰日起呢，每打叮叮當當，口中就念阿彌陀佛。只見佢每日臂粗高舉，鐵錘不斷揮下，叮叮當當成為咗佢念阿彌陀佛嘅樂章啦。如是者過咗20年，王鐵匠有一日同自己嘅家人就話啦：我明日中午前就要離開呢個世界，去阿彌陀佛嘅世界，請千萬唔好悲傷，嗰個世界只有快樂，冇人間嘅痛苦嘅。佢屋企人覺得大惑不解，王鐵匠身無疾病，精神奕奕，點會離開呢個世界呢？喺第二日，呢位王鐵匠坐喺床上，口中念出一首佛偈：叮叮當當，久練成鋼，太平將近，我往西方。佢講完咗之後，無疾而終。